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4月初9。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雅歌书第2章第8节到15节，歌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彼此代祷。将无偌久受邀请去为我学生来证婚，我用真爱，台语咱讲真疼来勉励这对新婚夫妇。因为圣经内底的婚姻的关系非常清楚，就是彼此相疼。这也是为什么咱伫圣经中间常常看到圣经拢会用这个夫妻的关系来譬如做咱甲上帝的关系啦。伫教导基督徒应该爱有使命，就是彼此相疼，着爱疼人亲像家己，着爱真心真力真意真情来疼主咱的上帝。这也是讲基督徒真基本的信仰本质。好像亲像所罗门王的诗篇雅歌所描写的迄种的疼上帝的关系同款。咱上帝甲咱应该亲像安尼咱讲真亲密真亲密无法度分离的迄种关系。雅歌书第2章第8节到15节，看咧我亲爱的来啊，伊搬过山岭迢迢迢迢得来。我亲爱的亲像羚羊，亲像鹿仔，你看，伊徛伫墙仔外，对虫仔伫看，看虫仔乞伫探。我亲爱会出声对我讲：我的爱人，我的美人，起来，咱来去。冬天已经过，雨已经煞，花开满遍地，鸟仔唱歌的时到啊！伫田岭有听见放假的声，无花果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发出香味。我的爱人，我的美人，起来，咱来去。我的粉鸟啊，你美伫石棚内，伫山岩稳密的所在，求你互我看你的面，听你的声，因为你的声温和，你的面真水。甲我掠互你遐会损坏泡汤圆的细只互你，因为阮的泡汤圆拄咧开花。保罗也教导出来教会基督徒着爱迫切祈祷，不但爱安尼，更较应该爱敬虔，嘛着爱会晓感谢，并且为着使徒来祈祷。基督徒的使命就应该爱彼此辅助，彼此来代祷，彼此来关心。保罗写配合这个歌罗西教会的培训，伫歌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5节，伊安尼教导，着迫切继续来迫切祈祷，祈祷的是着警醒，着感谢，嘛着为阮来祈祷。求上帝互阮有传信息的机会，通宣扬基督的奥秘。我是为着这个才得坐监，着为着我祈祷，互我会当将应该讲的奥秘来讲清楚，着善用机会，对未信的着有智慧。不但着爱甲基督徒有好的彼此的关系，就连迄个非信徒，保罗嘛提醒基督徒着爱把握机会，着爱有智慧，爱尽责任。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嘛毋敬拜因的生命。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教是我的上主，迷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
伊伫我的正边，我袂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嘛袂互你忠心的子民拼落去身冤。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恳求上帝帮助阮，把握机会，甲人建立好甲亲密的关系。求主互阮会通真心的服侍，尽力来听人，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大道。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